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繼續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會講好多傳奇人物細個嘅故事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係畢卡索，佢係一個用生命畫出濃烈色彩嘅畫家。畢卡索係住喺陽光明媚嘅西班牙馬拉加市。畢卡索喺學識講嘢之前就已經識畫畫㗎喇。佢講嘅第一個字唔係媽媽或者爸爸，而係鉛筆。畢卡索嘅爸爸係一位美術老師，佢教佢嘅仔點樣用油畫顏料。畢卡索9歲就已經完成咗自己第一幅作品《鬥牛士》。雖然佢仲係個小朋友，但係已經係比佢爸爸更優秀嘅藝術家。畢卡索嘅爸爸帶佢參觀馬德里最出名嘅普拉多博物館。畢卡索希望自己嘅畫作有一日都可以掛喺博物館嘅牆上面，放喺西班牙大師嘅作品隔籬。畢卡索進入咗巴塞隆拿一間好出名嘅藝術學校就讀，佢好快就精通所有嘅藝術風格同派別。不過畢卡索唔想畫得同幾百年前嘅大人一樣，佢要向世界展現屬於佢自己嘅獨特。畢卡索嘅第一場個人展覽喺4隻貓咖啡館進行，好多畫家同詩人都成日嚟呢間咖啡館。畢卡索都因此認識咗卡洛斯，佢哋嘅個性唔一樣，但係即刻變成咗好朋友。佢哋好快就開始共用一間小畫室。當畢卡索旅行到歐洲嘅藝術之都巴黎，佢就決定要定居落嚟。不過當時嘅佢繪畫風格仲未被呢個世界接受，身為藝術家嘅生活都因此變得好困難。有陣時候，畢卡索甚至要將自己嘅畫作掟入去個火爐度燒咗，先至可以令到間房保持溫暖。有一日，畢卡索收到好可怕嘅消息，佢嘅好朋友卡洛斯突然之間去世。好長一段時間，畢卡索畫畫嘅時候淨係會用藍色，令所有人都感受到佢嘅悲傷同埋孤單。好彩佢嘅憂鬱冇一路持續落去。經過2年嘅藍色時期，畢卡索重新為佢嘅作品填滿色彩。佢用紅色、粉色同橙色畫出馬戲團同歌舞表演入邊嘅小丑、舞者同雜技演員。畢卡索同藝術家朋友喬治一齊創造出全新嘅風格——立體主義。佢哋嘗試由唔同嘅角度去畫同一樣嘢，並將所有角度喺畫面中同時出現。呢啲作品望起上嚟好得意，好似小朋友嘅塗鴉咁。喬治帶啲壁紙去到工作室嘅嗰日，畢卡索簡直等唔切啦，要快啲開工。佢將剪落嚟嘅圖案貼成一幅畫。呢個係畢卡索第一次喺作品中運用拼貼手法。當西班牙戰爭爆發，畢卡索已經係非常出名嘅藝術家。佢創作咗一幅巨大嘅黑白畫，描繪一個叫做格爾尼卡嘅小鎮遭到轟炸嘅場景。呢幅格爾尼卡成為有史以嚟最感人嘅反戰畫。對畢卡索嚟講，一個想法可以用好多方式去表達。佢一生都喺度探索唔同嘅風格、材料同技巧。畢卡索創作嘅繪畫同雕塑作品數量非常多，幾乎可以擺滿成座博物館。小不點畢卡索淨係用咗4年嘅時間就畫出大師級嘅作品，但係佢始終嘗試好似小朋友一樣創作。
從未停止。當我哋不斷長大，都需要一直記得同相信，所有嘅小朋友都係藝術家。今日嘅故事講到呢度啦，我哋聽日呢繼續介紹下一個小不點人物。拜拜。